来看台湾种土豆的农民是哪来哪少？嘉义东这一间土豆观光工厂最近的引进全台湾第一套的土豆打色的设备，行政院长苏贞昌甲农委会主委间激动，昨下晡嘛专工去了解关心。业者详细说明设备的功能甲流程。这设备是行政为着提升土豆新产品补助进口的。东石产业合作社讲，已经拍土豆按2礼拜时间。 伫这个打扫中心，只需要工半就会当来完成。他们以往都是在露天所谓的曝晒，那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整套的一系列的这样子的一个干燥，可以缩短我们干燥的时间，然后节省我们的一些所谓的作业哈。这个打扫中心一届打扫时间是36点钟，一档会当处理1152万公斤的土豆，每公斤6000公斤打扫的成本是66090块。农委会表示。 土豆打扫了后，搁配合冷链，就较免烦恼的3型黄曲毒素。那比较高湿高热的环境情况之下，避免黄曲毒素的话，这个设备就有办法去达到这个效果。这对大众消费者来讲，或是一些食品加工厂来讲，它在使用原物料上面，或是在加工这一块来讲的话，会比较安心。 东石产业合作社讲，因为拍土豆真辛苦，所以种土豆的人愈来愈少。希望透过这种设备的普遍化，改善台湾产业种植的环境。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